台南市环保局今年有6名清洁人员荣获全国模范清洁人员，分别为永康区的黄美惠队员、东区吴秀惠队员、安南区周素贞队员、麻豆区林义峰队员、将军区黄小玲队员以及新营区黄翠霞。市长王伟特也特别出席颁奖典礼，欢喜甲6位得到表扬的优秀清洁人员合影留念。给台南市一个赞好不好？台南市赞！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位模范清洁人员，先一鞠躬，谢谢各位。我们也谢谢市长。因为各位真的是让我们感谢你们，这身上脏了，可是城市却清洁了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胸怀哈，让我们非常感谢。那欢迎来到台南市这个即将400年的城市哈，我们2024就是台南400。好，那希望说各位能够来这边哈，那这个表扬只是一个心意，但是内心充满满满的感激，这个才是对各位非常非常感佩的。王伟特致辞时也向全国清洁人员表达感佩之意，更强调得到表扬的荣耀，除了是属于清洁人员以外，也是属于清洁人员所属的单位，是全体共同的努力所得来的。台南市环保局长谢世杰也肯定，每一位同仁不论是指派到任何工作，也拢全力以赴，从来无提示。真感谢大家付出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